即卖真侪人办大煮食，拢会叫外送到厝。讲国民美食卤肉饭是真侪人上爱的美食之一。外送平台的统计，第一名的外送美食就是卤肉饭。讲卤肉饭 CP 值悬，就是俗个大碗。讲点卤肉饭较袂踩雷，也就是卤肉饭哦，拢袂偌歹食。 这一碗国民美食卤肉饭也叫做肉燥饭，是台湾人肚子饿时最爱吃的美食之一。现在外送平台统计，它也是第一名的外送美食。来，肉燥饭好喽。香港的肉酥加上清一色的油葱，好食的卤肉饭，互人看甲嘴软、擦擦地。 卤肉饭吸引民众来点来食，连伫厝内、伫公司嘛想要点，规气叫外送平台来送。卤饭我喜欢，可能有时候懒得想要吃什么，然后就是又觉得好像比较不会雷的话，就会想要点卤肉饭。感觉要叫的话，都会叫好一点的东西，长辈族群吧。真侪民众三顿拢伫外口食，唔知影要食啥，都规气跟 CP 值上悬的卤肉饭，较袂踏到地雷。如果说以比例来说，点肉燥饭的跟点干面的比例大概是1:5，就是有5碗肉燥饭才点到1碗干面。台设备事业者讲，接外送订单的时，差不多一半以上拢是卤肉饭，不过常常有人客户袂清楚卤肉饭和肉燥饭的差别。那你会怎么叫？肉燥饭、卤肉饭都有叫，对不对？对。肉燥饭感觉好像没有那种有一点肥肥油花的那种卤肉。对店家名会当发现，一般来讲，南部大部分是用肉燥饭来号名，中部是卤肉饭和肉燥饭比例差不多拢占一半，到北部拢是卤肉饭，两个名拢是以脆肉为主，加加是分肥散肉的济少，无伤济差别，不过只要加点一碗。肉燥饭好喽。就是上在地嘛上热销的台湾美食卤肉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